肝癌唔係世界末日，肝癌係有得醫嘅。希望大家攞出你嘅信心，攞出你嘅勇氣，我哋大家一齊努力啊！喺度希望患咗肝癌嘅朋友願意接受治療，積極咁面對，一定可以康復。我哋認為癌症除咗靠藥物之外，係打個腦嘅。病人本身要對自己有信心先得。如果你有朋友不幸患咗癌症嘅話，其實不妨鼓勵佢，信心係最重要嘅，加油！患上肝癌嘅朋友千祈唔好放棄，加上家人嘅悉心照顧，再俾上全部嘅愛心你，好快會好返㗎喇，俾心機。肝癌係全世界5大癌症之一，喺香港咧，肝癌係第3位嘅殺手。大部分嘅肝癌咧都係乙型肝炎引起嘅，而乙型肝炎咧喺香港咧係一個好普遍嘅疾病。根據統計咧，每10個成年人咧就有一個係乙型肝炎嘅大病毒者。其實如果定期做檢查同埋及早接受適當嘅治療咧，肝癌係可以預防或者可以早期診斷咧得到適當嘅治療嘅。咁所以咧，香港肝癌基金會咧希望透過啲公眾嘅教育咧，令到市民咧對肝癌咧有更加充分嘅認知。啲乙肝帶菌者咧積極咧去做檢查同埋做治療嘅，亦都希望咧透過藥物資助咧同埋其他嘅支援咧，幫助肝癌患者咧對抗呢個疾病。最後咧，亦都希望通過研究咧，令到肝癌嘅治療咧有更加新嘅希望。乙型肝炎，好多人都有噶啦，冇病冇痛喎。咁有咩問題啊？冇病徵唔等於冇事。香港平均每日有4個人死於肝癌，80%嘅肝癌係由乙肝引起嘅，所以一定要定期檢查㗎。乙型肝炎不容忽視，請立即行動。乙型肝炎啫嘛，又唔係肝癌，使乜咁緊張啊？兩者有直接關係嘅。有研究顯示，慢性乙肝病毒帶菌者患上肝癌嘅機會比非帶菌者大約高100倍，所以定期檢查係好重要㗎。乙型肝炎不容忽視，請立即行動。乙肝患者只要飲少啲酒，唔好捱夜，咁就冇事啦，使乜睇醫生啫？咁係唔夠嘅，要有效控制乙肝，一定要定期檢查同接受適當治療。乙型肝炎不容忽視，請立即行動。如果乙肝患者幾年前做過檢查，結果冇事，就唔使再 check 啦。乙肝可引起肝癌，建議每6個月做一次驗血同超聲波檢查，及早發現肝癌係有機會可以醫翻好嘅。乙型肝炎不容忽視，請立即行動。乙肝患者其實係咪需要治療㗎？現時已經有藥物可以控制乙肝，有綜合分析指出可以減低乙肝患者患上肝癌嘅風險。醫生會為你作出適當診治㗎啦。乙型肝炎不容忽視，請立即行動。請支持香港肝癌基金會。